大家好啊！今日帶大家嚟九龍城碼頭，咁呢邊就海港嚟嘅，咁下邊咧就係碼頭，九龍城碼頭。哇，都好耐冇嚟過呢度啦喎，同以前差唔多嚇。不過今日真係好曬啊，30幾度啊！我記得以前我哋喺度釣魚嘅喎，唔知而家有冇咧？啊，呢邊大海啦，呢邊海嚟㗎啦，仲係啟德體育館，哇，幾靚喎！哇，對面樓好新啊！啟德新發展區，行過呢邊，睇呢邊先。點冇人釣魚嘅？以前有人釣魚喎呢度。哦，碼頭往北角。呢度有啲自動售賣，哇！呢個快艇喎喂，哇！呢仲多船啊喂，新渡輪啊！碼頭隔離呢度呢，就係九龍城巴士總站，呢度係長龍灣嚟嘅。呢度個公廁，新碼頭公廁，對面係偉恆昌嚟嘅。對面有間聖公會聖象小學，呢度以前呢係停車場嚟嘅，呢度而家變咗旅遊車嘅停泊中心。呢度新碼頭街，大致九龍城道碼頭就咁樣啦啊！咁今日就跑到呢個位置啦嚇，咁下次有機會再嚟睇睇啦。